過我早收工。好啦，調翻個頭啊，因為夜咧翻到香港又夜，OK，好啦嚇，都辛苦係咪啊？好，我未得啊，我急掟翻個彎入翻停車場先。嗱，轉頭落車嗰時咧，就跟住騎者行咧，係靠右邊行下，因為呢度村口嚟嘅，好多電單車出入啊。行10秒係啦，嗱，呢個收行得快嗰啲。人哋人少嘛，人哋20幾個人，又準時嚇。